较低啦吼，有数百种的即个语言吼，伫迄个20世纪尾吼嘛会消失啦，这20世纪尾的代志安尼啦吼。当目前咱的全世界有咧用的语言超过将近6000种吼，毋过到21世纪尾呢吼，有90%的语言会从安尼死亡，还是灭掉伊吼。这是因为什么？这是因为讲全球化，因为国际化吼，因为迄个强势文化甲弱势文化彼此中间的迄个扭曲啦吼，必然的一个现象。毋过呢，即种的现象应该是会当减少伊的迄个流失还是死亡的速度吼，嘛有可能有用较好的方式，会当互遮个较弱势的文化还是语言来得到迄个生存，还是讲重新活起来迄个空间啦吼。譬如来讲啦吼，咱台湾伫300多年前吼，即个台南一带就是平埔族的西拉雅族的大本营吼。西拉雅族即摆毋是无伫咧啊吼，即摆认同家己是西拉雅族吼，这是无介济人吼，迄个有其他的方法啦吼，毋过呢最主要西拉雅会消失是因为啥物吼？是伊的语言吼，母语休等于休死啊，是真加在就是讲吼，伫即个300-400年前吼，即个荷兰人伫台湾的时阵吼，迄当阵的宣教师吼，因有对即个西拉雅族的语言做一寡真简单的整理啦吼，透过迄个特别就是书福音书啦吼，即个西拉雅语的保留吼，所以因的文字透过迄个文字吼，慢慢吼，迄个有咧努力讲吼，要哪济少甲即种的语言救活一寡起来安尼啦，这像即个靠比教会的万长老吼，也是讲阮同学咱万淑关老师吼，因就介努力咧做即个代志安尼吼，这是因为讲加载，还佫有因过去迄个语言即种的文字的记录，所以会当透过这慢慢去想讲，去整理看这话要安怎甲救转来吼，救一部分转来安尼。咱台湾本土语言的吼流失嘛真严重啦吼，咱台湾原底有咧用的有20几种无共款的语言吼，毋过已经有差不多一半已经死去吼，这是1997年李任贵教授的研究吼，也根据即个陈良伟教授伊的观察呢，咱台湾人的母语灭种即种的定调呢吼，最主要是表现伫讲母语使用的人口一直咧减少吼，个来第二项就是母语使用的场合吼嘛缩减去吼，第三是迄个使用母语的能力嘛咧减退啦吼，虽然讲我有做过咱的迄个长老教会台湾族群母语推行委员会的主委头尾做6档吼，已经卸任啦吼，讲起来，人讲我的台湾话应该袂歹吼，白话字佫会使吼，其实吼我家己嘛讲吼，我的能力无够吼，我若要甲阮妈妈比起来吼，迄个差距再佫介大吼，表示讲吼，即种的母语的使用能力吼，伫阮妈妈迄代甲我即代已经是有差挂吼，到阮囝即代吼，阮囝拄着我是一定爱甲我讲台湾话啦，毋过呢，伊讲伊离开厝年去到伫台北吼，伊的朋友、伊的同学迄个环境大多数嘛是拢使用华语的吼，至少呢吼，伊伫厝年吼，伊甲我讲佫无啥问题。我会记一个真趣的代志，就是讲阮囝高中美术班毕业了吼，伊去考试吼，迄个去考台北艺术大学啦吼，摕作品去迄个面试的迄个中间啦吼，教授就看伊迄个基本资料毋知影看啦吼，就怀疑阮囝伊的作品迄当阵送的作品是甲即个那阿大船小可
一丝关系啦吼。伊就问讲其中就一个教授就问我你这讲基督教的？伊讲阮基督教，阮爸爸佫是牧师，是长老教会牧师哇因为即句话吼，这教授讲好佫过来吼，请你用台语来介绍你的作品。是加在阮囝佫有才调用迄个简单的台湾话来介绍伊的作品啦吼，嘿。毋过讲起来，我嘛发现讲吼，阮后生伊的即个台语的使用表达的能力已经是佫差足济啦。这是咱拢感受会到的即个台湾的现象安尼吼。伫咧调查台湾本土语言使用的学者也指出，即个河洛话其实吼讲河洛话，这差不多这20-30年才。咱才去想着讲，奇怪，阮较早就讲台湾话，哪会变做河洛话啦吼？这河洛话佫对倒去走出来啊？这河洛话伫台湾原底是较属于讲迄个即个客家啦吼，客家因咧讲咱讲的即种话叫做河洛啦。这河洛吼讲起来若是翻做华语吼，迄嘛足歹听啊！迄洛是啥？洛是迄电线骗子迄类的吼。所以这河洛嘛，对咱来讲吼，这嘛是带着歧视性的一个文字的用法啦吼。所以我家己本身是无啥爱用河洛啦吼。若的确要用河洛，我是用罗马字的HOL 迄个 O 吼，迄个安尼来代替啦吼。若不得已的时阵啦吼，若咧讲着河洛吼，河洛迄是胡说八道啊！这个台语绝对毋是中国的什么黄河落水遐发展出来的话哦，迄是胡说八道。若是闽南话吼，这讲起来，这嘛是迄个就是国民党政府来台湾因家己发明的吼，发明的用词吼，闽南语吼。这个闽南语吼，迄是大中原主义一种的称呼，讲恁咧住伫南明的蛮族吼，反国的。无毋对若是讲伫中国即个闽南遮吼，拢是古代即个百越族的后代啦吼，迄拢是古早对迄个中原来讲，迄叫番啊。所以即个闽南的讲法嘛是足老的吼，而且呢吼，若是对迄个中文汉字来看，迄个面是啥物？迄个面是啥物？迄个面是门内一只大只蛇呢？拜蛇的民族啊，拜蛇的民族。好，当然呢，即个咱咧讲的即个台湾话也好啦，吼客家话呢吼嘛拢渐渐，毋是渐渐啦，已经有发生即个衰微的即个现象吼，若是原住民语呢吼，是搁较绝望啦吼，伊已经是差不多是日薄西山吼，已经是咧看日啦，差不多是安尼啊，这实在是真悲哀的代志啊吼。这是黄宣焕博士伊的论文吼，伫1995年发表安尼吼。当21世纪呢，通讲是咱台湾本土语言吼，即个所谓本土语言是毋是会当继续生存的一个关键时代啦吼。咱的即个蔡英文政府，其实我对伊的语言政策我嘛介侪迄个讲介无好势所在啊，像咧推广即个乡土语言吼，即摆佫甲即个新住民语吼嘛甲加入来吼本地咱即个饼就已经有够细地啊，佫即个新住民要佫分落来敢分吼咧，这敢真奇怪啊！咱伫台湾敢有必要迄个去用遮尔大力来塞遐种印尼文啊、泰国话啦吼，也是菲律宾语啦吼。我想迄应该是较属于讲较伫大学也是啥物种的迄类分有兴趣去学的人才去学就好啦。结果是即马伫咱的中小学内底吼，嘛甲这新住民语放伫迄个乡土语言内底吼，这是
比较较无适当的所在啦吼。当然咱台湾的本土语言的流失已经遮尔严重吼，若根据这个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吼，台湾的这个母语已经是陷入伫灭绝的危机啦吼，族群语言的流失呢吼，嘛是各族群普遍的一个现象吼。变政府迄当阵行政院副院长吼，伊嘛捌做过这个客家主委啦吼，叶国兰女士呢吼，伊就捌伫本土教育的研习会的内底吼，提出一个警讯，就是讲伊讲吼闽南语吼，哪像伫病院内底咧挂号啦吼，客家语是送入去迄个急诊室吼，咧做急救，原住民语呢吼是伫 ICU 吼，伫迄个加护病房的内底安尼吼，张如峰教授呢吼，伊就有是讲，若伫即种现象呢吼，伫台湾上届无去的语言，就是遮个原住民的语言吼，了后就是客语吼，落尾吼是咱的台语安尼，吼台湾的这个族群语言呢持续咧流失吼，这个语言死亡的警讯吼，毋是凊彩讲的尔吼，这个语言危机呢定调呢吼，显示伫母语传承吼，一直咧长站去啦吼。当遮的爸母吼，也是讲阿公阿嬷无爱搁教遮的囡仔孙仔吼，讲即个家己的母语的时阵吼，遮的囡仔细囝呢吼，因就无迄个环境甲机会通来学母语吼，即个语言就会因为安尼从濒临死亡，成做一个要死的语言安尼。一个语言减少若是欠少遮个母语使用的人口呢，这个语言就无搁成做这个社区日常生活交通的工具啦吼，也是讲伊袂当经历迄个比较正常的语言的变迁呢，就变做死的语言吼。语言吼本身是会改变的吼，毋是一成不变的安尼吼。像这个台湾话我最近咧看一寡这个白字的过去的册吼，的文献吼，有时阵我嘛发现讲超100年前因讲的台湾话吼，我会晓讲，毋过意思无一定读会通咧。迄是啥物？因为咱的语言也对着时代会小可有变迁的演变吼，所以这是正常的安尼吼。若是讲一个语言真紧就去死去吼，这是无正常的。迄无共款安尼。族群语言最大的危机吼，就是伫家庭啦吼，家庭吼已经无咧流通，无咧使用，所以必须这个语言去失落去吼。1980年的迄个研究的调查吼，就发现讲吼，华语伫台湾的家庭吼，已经取代这个母语变成做家庭的用语啦吼，10几年落来呢，母语嘛无因为迄个政治吼开始咧变迁着有啥物较大的改善吼，母语嘛伫家庭的中间继续咧流失吼我有机会伫迄个潘老师的即个母语考试的中间吼即个几年的中间我会当接触一寡遮个潘老师啦吼，伫迄个特别就是讲听因伫即个考试中间的遮个语言的表达吼，到落尾有一个项目吼，叫做对谈啦吼，对谈啊，就是真轻松安尼开讲啦吼，伫咧开讲当然有当时会小可问一下传道师因的学习的即个母语也是讲因咧学习即个工作语言的迄个一寡现象啊心得啊，我印象上深的是啥物啊？印象上深的，就是有一个潘老师吼，伊已经有3届吼，迄个考试无过吼，伊迄届第4届来考试，拄好迄个是我家己负责的即个部分吼，我就咧问伊到底讲伊安尼考遮济届，到底伊学习有啥物种困难？伊干啦，伊个代志。互我介震撼啦！伊讲吼，伊爸爸是某人，我莫讲吼，是咱长老教会一个真出名的牧师安尼。伊的爸仔母啊，甲家庭，伊的爸仔母啊，甲因讲话主要拢是用华语。
用华语吼啊，这牧师嘛真出名，啊，经常伫电视嘛当看到伊啊，这就表示讲吼，伫家庭咧用的这个语言已经变做华语化，要安怎互这个囡仔有一个较好会当学习母语的机会啦。讲起来，所以咱有这个学校一礼拜1点钟的乡土语言课啦，吼，也是讲汉太人来教会佫当听淡薄这个台语啦，吼，母语啊。不过这对因来讲已经是足无够的吼。母语的物件其实，个上界要紧学习的场所甲管道嘛是伫家庭吼，伫家庭安尼。当这个原住民的母语伫家庭吼，这个流失吼是上界严重吼其他嘛差不多啦吼，嘿。咱咧讲台语伫台湾应该是上界侪个人咧使用吼，唔免去烦恼吼。其实啥物吼？其实呢，咱弱势中的弱势啦吼。过来就讲着讲吼，像讲吼，咱的总会伫即个2000年迄当初啊，咱有设即个台湾族群母语委员会吼，即个组织啊吼，即个组织是会成立迄是因为讲伫迄个较进前一撮呢吼，咱的老先辈呢吼，等于玉牧师吼，伊捌伫总会为了即个白话字甲迄个识到吼识团伊总会拢去甲好吼，真正去甲好啦。为了这缘故呢吼，就总会就总想讲无咱来迄个想看有啥物办法来救台湾话咯。结果嘛迄个就是就安尼种灌水啊吼，灌水本来是甲是针对台湾话，针对白话字，尾就是从上无要变就变较大，变成做讲吼，甲即个所有即个族群母语拢放伫即个中间啦吼。当然这是一个整合性的一个委员会吼，伊立意嘛好，伊咧做嘛是好，毋过其实这是吼即个咱的台语伫咱的长老教会体制，咱的体系内底吼，咱嘛是变成这种样去啊吼，因为咱的总会的组织嘛，甲政府的行政院共款的，咱行政院有一个客语委员会，有一个原住民委员会，伫咱的长老教会内底吼，咱原住民嘛有几个委员会，其中因嘛还有原住民委员会吼，咱的即个客家中会吼，客家教会也无几间嘛，有一个客语一个委员会咧，毋过呢，咱无一个台语委员会吼，这是咱的实况啦吼，这题外话啦吼。台湾过去吼，迄个差不多咧保存母语，咱就是讲用双语啦吼，双语的方式咧保留啦吼，讲台湾话嘛，讲即个华语啊吼，毋过呢吼，即个咱上界要紧伫家庭，即个即个保率已经是瓦解吼，这是变成做讲吼，台湾母语咧死亡，父母的责任占介大因素吼，咱台湾的即个族群母语若要复兴呢吼，讲起来就是有几个方式啊。头一个方式就是讲吼，咱来落实伫即个母语人权啦吼，即个母语的人权吼，母语的人权呢吼，要紧就是讲爱摕到即个教育权吼，传播权甲即个使用权啦吼，现怪咱来看即个洪怡仁老师伊所讲的吼，伊咧解说讲即个教育权、传播权甲使用权吼，伊安尼解说啊，讲吼，像咱的囡仔吼，伫幼稚园就开始接受即个华语文的教育，到大学毕业啦吼，伫即个中间呢吼，无一天接受过台语的教育吼，这是啥物？就是教育权的即个丧失吼，伫学校呢。伫过去讲台语爱罚钱啊，阮细汉嘛去挂过九牌嘛，罚过钱啊咧吼，嘿，到伫大汉呢吼，伫真个场合无即个母语的服务呢吼，这就是即个使用权吼的丧失吼。像讲过去呢吼，即个电视节目吼，母语的时间吼，
捌限制，就是讲一工加1点钟，会当报送吼。啊，报纸杂志无即个台语版吼，啊，这是啥物传播权的丧失啦吼。啊，所以若无教育权、传播权、使用权的语言到落尾，就是变成做人讲啊，迄无效无路用的语言吼，都无要学，啊，都会灭绝安尼啦吼。啊，所以咱着爱努力来争取即个教育权、传播权甲使用权吼。啊，第二呢，迄个个来就是讲吼，咱来救咱的母语吼，就是爱对家庭吼中间来家庭的母语教育来做起吼。过来就是第二小点就是讲吼，咱爱培养咱的族群母语吼，听讲写读吼，即个4大基本能力吼爱训练啦吼，爱训练安尼吼。因为伫口语方面吼，就是听甲讲，总是呢一个语言若要活吼，的确伊就是爱有一寡只个书写的系统吼，就是爱变做文字，会当读会当写吼，安尼才会当一代传过一代吼。过来就是讲吼，嘛是需要编写甲随讲即个族群的母语吼，爱有一寡只个字典啦吼、词典啦吼，甲只个教材吼，爱有只个物件出来吼。第四呢吼，咱爱营造一寡迄个母语交谈的即个环境啦吼，这个环境就是咱塑造出来吼，从咱这2点钟吼，完全都是咧用即个台湾话咧讲吼，这就叫做一个环境啦吼。咱伫教会内底，咱咧教注意你若敢若用华语来讲，伊就无迄个通听台湾话机会啊吼，所以明伫注意内底有愿用台语来教吼，这嘛是咱去想啦吼，爱去想伫青少年聚会，咱嘛是安尼去想看卖吼。后来第5就是讲，即个族群母语呢吼，甲台湾国语吼，咱爱参责任咧用啦吼，安尼才会当互咱即个比较较弱势的迄个族语吼，有迄个对照的机会通学习安尼吼。即个第4大项即个部分吼，大概咱就家己看来跳过啦吼。大概即个第一个部分我就先讲到这安尼吼。